Hello， 各位街坊，大家好。今期我黎明隆重為各位街坊介紹兩款，都係嚟自我哋 Toyota 嘅 B 級房車，我哋內地叫中型房車、轎車。首先呢，依架 Toyota 嘅 Avalon， 中文名叫亞洲龍。依架 Lexus ES， 由於我英文唔係幾好，我就用個中文名講啦，凌志 ES 系列。呢架咧叫 ES28， 呢架咧叫亞洲龍2.0油電混合豪華版。呢架咧係次頂配，呢架咧就真享版。由於凌志咧喺我哋內地作為高端豪華品牌，首先我介紹呢架先啦。官方指導價我打喺熒幕上面，呢架車真享版官方售價去到29萬9，咁咧呢架 Avalon 咧官方指導價去到21萬6800，官方售價呢架全數落地價咧係僅需18萬出頭就可以買到一架接近5米長度嘅 B 級轎車。依架咧官方售價29萬9嘅，落地全數價咧就要超25萬啦。究竟呢兩部車差價接近7萬蚊，有咩配置唔同，同埋豪華程度都有啲咩唔同呢？我一一為各位街坊講實。首先啊，按貴嘅嚟講，首先鎖匙啦，一架 Toyota 一個鎖匙。一格咧就係凌志嘅鎖匙，份量咧當然呢條鎖匙會重啲啦，同埋豪華啊、質感啊都會有所唔同。呢架車係全日本進口嘅，經由我哋內地嘅凌志經銷商代理俾我哋銷售。呢架車係搭載咗2公升嘅機器，2000cc 自然吸氣 NA 嘅引擎，佢係冇搭載咗油電混合 Hybrid 嘅，見到個標係黑色嘅。跟住咧，呢部車去到2025版，由於係18年左近上市嘅呢部車，喺內地已經經歷咗7年嘅銷售啦。佢每2年咧進行更新換代，上一版叫2023版。佢個軌面罩咧就做咗呢啲銅色嘅設計，以前係全部都係鍍鋁嘅，全部都係銀色嘅。跟住啦，盞大燈就做咗凌志嘅 L 型設計，跟翻呢個 logo。所以咧辨識度係會比較高嘅，我哋叫佢 Nike 燈啦，有啲似 Nike。跟住成個軌面罩個造型咧係做咗凌志家族式嘅紡錘式中網。嚟到側面啦，呢架車咧搭載咗17寸嘅輪鈴，跟住啦橫濱嘅低滾咗式嘅輪胎。最走入內籠，我哋會見到咧呢架車係全皮嘅包覆，門板有皮。跟住2025版有啲咩特別唔同喎？氣氛燈全部有晒，舊款係冇氣氛燈嘅。然之後咧有啲科技嘅色板喺度搭配到，跟住咧仲有呢架車有座椅記憶功能啦，跟住咧門扣手咧都係全金屬鍍鋁嘅。嗱，你見到佢會有打孔座椅嘅，呢部車有搭載冷氣凳嘅功能，然之後咧有電軚。嗱，我哋打火走入到內籠啦，全液晶嘅儀表芒，跟住啦座椅啦。亦都會向我呢個記憶島呢個駕駛員佢會收縮啦，跟住咧全皮嘅軚盤，仲有2025版有啲咩唔同啊？你見到個 mon 咧上面係相當之大嘅，即係寸啊，10幾寸我唔記得啦。由於我好少會記車輛參數嘅，只知道呢部車嘅售價、具體嘅 size 規格。你話車輛參數啊、熒幕啊各樣嘢，同埋佢啲冷氣掣會變咗全液晶啦，科幻啲啦，啲冷氣掣。跟住咧，仲有呢個 mon 咧，延續翻上一款嘅全液晶儀表。跟住成套籠咧，氣氛設計營造出相當之個豪華嘅。跟住走入後排啦，都係嗰句啦，我1.75米嘅 size。呢部車嘅長度去到4.885米嘅，2拳半左右嘅空間，依然係翹腳舒服。跟住咧，上面嘅氣氛設計啊，入邊地圖燈啊、細天窗啊，呢啲全部標配晒。跟住咧，後排個座椅個舒適度，由於佢日本仔車啦，佢全球車輛製造嘅，後面呢個後排舒適度都比較長，比較腍啲，呢啲皮料 OK 嘅，軟啲。跟住啦，我哋去到尾部，依架凌志 ES 咧，由於搭載咗全貫穿式嘅尾燈舊款咧後面嘅車尾就少咗呢條線條。
同埋佢本身有個凌志 logo 喺度嘅，佢而家做咗英文字貼翻咗後面，辨識到25款同23款有咩唔同啦。見到大家 ES200 就係內地特有嘅，香港咧可能買到 ES300H Hybrid 版，內地咧係會有分 ES200，跟住咧到 ES260 已經停咗產啦。ES260 咧係搭載咗2500cc engine 嘅，跟住咧仲有 ES300， 我哋都會打喺熒幕上面，規格配備有咩唔同。ES300 咧就係 2.5 公升 Hybrid 機器嘅，呢架咧就係2000cc 機器。咁喺我哋內地咧有句比較流傳嘅話，稱之為呢部車叫公路閃電啊！咩叫公路閃電啊？佢好叻嘅喎，講得好多網民啊，好多網友講呢架車0到100加速係要去到12秒幾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咧 Toyota 官方咧兼顧呢部車油耗嘅問題，係唔會將功率壓榨得比較大，2000cc 機器，所以咧呢部車咧0-100加速咧係相當之慢嘅。但係咧，佢就有豪華程度同埋舒適感喺晒度啦。嗱，我打開機冚俾各位街坊睇睇。呢副機器咧就搭咗2000cc 嘅，咁啊當然啦，都係 Toyota 嘅佈局啦。呢部海洋藍嘅外觀，進口嘅七水，基本同香港都係同宗同源啦。進口嘅七水望起身好立令嘅，係超級立令嘅。咁咧，仲有個亮點俾各位睇下。嗱 ，ES 嗰個駕駛 model 咧，即係駕駛模式咧，佢會喺呢度有個 Sport Mode、Low Mode、Eco Mode。咁咧，而家行緊 Eco 嘅，影個標玉。呢度，如果我拎翻 Sport，哇，佢變咗紅色，可能加速會快少少啦。Eco 咧就係藍色、紅色咯。再望呢度駕駛模式，基本 OK。仲有呢個特別啲嘅功能，睇下等下部 Avalon 有冇呢個 Nano X 嘅，係搭載咗我哋 Panasonic 松下嘅空氣負離子淨化技術。當然有了解 Toyota 嘅車，好多街坊都會知道呢個功能。我哋再睇睇車窗啦，究竟係靜音玻璃定係單人玻璃？嗱，凌志咧搭載咗雙層嘅靜音玻璃嘅，隔音啊同埋入邊豪華程度營造得比較好咯，靜咯。OK， 跟住我哋再睇睇呢架相差售價係7萬蚊嘅 Avalon， 究竟有咩唔同啦？呢架 Avalon 咧以前一直都冇喺內地銷售嘅，內地咧叫 Camry， 有個兄弟車型，佢同一個平台製造咗3款車出嚟。一個叫 Camry， 中文名叫佳美；第二款咧叫 Avalon 亞洲龍；第三款咧叫 ES， 都係同樣成擔底都係一模一樣嘅。但係咧個裝修層面啦，呢架車豪華程度咧同 Camry 係差唔多，但係咧佢車身規格更加長，接近4.9米。我哋打晒所有參數喺熒幕俾各位街坊知。呢架咧去到4.9米個長度，跟住咧內籠裝修俾各位街坊睇睇，究竟有乜嘢唔同啦。即入到內籠啦。嗱，呢架咧就所有嘅內飾木質嘅飾板，跟住咧皮嘅包覆都會有到嘅啊，但係呢度咧就冇皮啦，比凌志少咗忽。跟住我哋走入到內飾啦。嗱，首先全液晶嘅儀表 mon 啦係會有嘅，點火。跟住咧熒幕可能冇架凌志咁大，但係咧佢上面顯示嘅尺寸同埋下面物理按鍵咧已經全部標配齊。檔位啊，各樣嘢同埋入邊嘅豪華程度咧，營造出嚟比較好。其實我個人認為咯，兩架車除咗 engine 係有唔同嘅，內部嘅空間差唔多，我依然係1.75米個高度啊！強調下，嗱，全景式嘅天幕就會比 ES 多咗個天窗，跟住啦，依然係翹腳，同埋呢度搭載咗老板凳啦，可以調前後嘅，同埋呢部係2024款。跟住咧啲面料啊，各樣嘢內籠啊，都會營造一比較好嘅氛圍感。後排座椅啦，一模一樣啊，個坐墊嘅長度都係一模一樣。但係呢部車咧，原生嘅銷售國家係美洲。以前 Avalon 咧喺美國啊、加拿大啊，即係北美國家係賣得比較好，因為佢 size 足夠大，係鬼佬 size。跟住啦，我哋嚟到尾部，
再望望英文字啦 ，Avalon 亞洲龍。因為我英文真係唔好，得幾廿分嘅啫，發音亦都唔好。但係咧，佢係我哋一汽 Toyota、一汽豐田製造嘅。呢架車喺成都工廠製造好，發往我哋廣東嘅情況下，基本都係落地全數價18萬出頭就可以擁有到呢個 HEV。HEV 咧就係2公升 Hybrid 嘅機器。呢部車油耗啊去到點咧？我哋大家睇睇車頭張紙。嚟到車頭，只需4.3升就可以行100公里啦。4.3升就可以行100公里啦。嗱，一汽豐田成都製造有限公司，所以咧呢部車係相當之慳油嘅。即係理論上啦，呢個油箱係62升嘅，100公里就行4升油。理論上一箱油係兼顧可以過1000公里嘅里程。跟住啦，我哋嚟到車頭，睇成副鬼面罩啦。豐田當家嘅特色嚇，雙層式嘅鬼面罩，跟住咧全 LED 燈嘅配備，跟住入氣口比較有進攻性啦。再睇翻入邊成副 engine 整個佈局啦，究竟有咩唔同咧？呢部機器嘅佈局咧同凌志差唔多。但係大家眼利嘅街坊可能會見到點啊？有啲橙色嘅線嘅，點解會橙色線？呢啲就係我哋高壓電嘅電線。呢部車係 Hybrid 嘅動力，所以咧18萬突頭就可以買到部油電混合嘅大型房車 Toyota 嘅 Avalon HEV 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再走入到內飾，對比下啦，豪華程度啊，其實同步凌志。即係比若我嚟講，我唔係一個專業車評人，我係一個 sales。兩架車差個7萬售價，但係咧，如果係需要闊身啲嘅車，呢兩部咧其實都有得諗，畢竟係同一個阿公出嚟嘅。咁啦，我再嚟到呢度有個氣喐喎，呢度有個窿嘅，都兼顧埋有抬頭顯示啦。跟住咧，個頭射上面有導航信息啦，有時速啦，全部都會有晒嘅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睇兩架車嘅後備箱空間有咩唔同啦。入邊咧都做埋咗Toyota 比較好嘅空間設計啦，起碼放26寸個篋，放4-5個係一啲問題都冇嘅，比較深嘅。電動後備箱冇配備，跟住啊再望翻架 ES 嘅後備箱空間俾各位街坊睇睇。都係冇嘅，但係咧後備箱空間咧都係同 Avalon 一致。好啦，呢兩架咁靚個車咧，去到能拎部分啦。呢架有18寸嘅能拎，具體嘅參數、具體嘅售價、具體嘅配置咧，歡迎各位街坊繼續關注我哋呢個 channel。我黎明會喺灣區介紹各大唔同品牌、各大全新車俾各位街坊了解售價。歡迎關注我哋上面個 QR code， 添加我哋 WeChat。同埋今個月深圳指標準備結束申請啦，到10月31號。各位想了解深圳牌業務嘅街坊，歡迎關注我哋。多謝各位，下期再見。